共产党来，真的你很可怕。不要幻想是让共产党统治好吗？人家为什么要统治你呢？会杀光比较快啊。我们台湾毕竟已经民主化那么久了，20-30年了嘛，很多民主意识已经根深蒂固了。他知道一个人的理念是改变不了的。共产党比你还了解人性啦，别傻了啦。他不会浪费时间来改造你啦，因为他知道民主的概念他是改变不了的。他直接把你送新疆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推到台湾海峡就好啦，太平洋就好啦。他浪费那么时间来改造你干嘛？中国缺你2000万人吗？是不是？中国，我看到时候让中国人报名到台湾嘛，随随便便移民个5000万来，轻轻松松，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，好不好？在中国敌对国家面前，只有跟他干到底，你只有这一条路，你连投降都没有机会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投降，最后也是死啦。对他们这些人哦，我是把他们看得太透了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了。台湾人跟共产党绝对没有妥协的空间。你说任何话，你任何看法都不对，因为只有跟他对干到底，离他离得越远越好。